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济运董事长林良泰早起去议会备询，表示讲反映时间上短无法度阻止以外，也毋过学者认为有较大的检讨空间。为了稳定大台北地区供水的品质，市政府设一条翡翠水库，直接到进水场的管线2.8公里的泵坑已经拍通了。在台湾出版社做总编辑来自中国的复查，3月底去中国探亲人的消息，300外个文界人士连续声援。新闻一开始来看，台中泽运初查某发生一个乘客死亡、载人受伤的意外。今仔早起，台中泽运的董事长林良泰嘛去议会备询。中泽表示讲，随车员会当反应的时间只有13秒，必须按照标准作业流程 SOP 来进行通报，无法度阻止意外发生。也毋过，交通学者李克昌是认为讲，已经系统应该优化 SOP， 佮有教育训练嘛，拢有需要重新来检讨。吹在中昼建安工地外口有2个人当在管制交通，但是老尾顶的吊桥煞雄雄摔倒来，佮去弄到台中捷运的铁道，就连交通管制人员嘛惊甲赶紧闪。另外，佮有一个画面是当时建安施工的工人看到吊桥摔落去捷运铁道的角度，不过说来捷运也是继续驶向前。吊桥摔落来去弄到台中捷运这件重大意外，造成1死10伤，嘛正做市议会质询的重点。台中捷运虽然伫11公布监视器，但是议员证义讲，明明到40秒通应变，捷运人员却拢无甲车帮动落来，铁道侦测系统嘛无起作用。但是台中捷运表示，当时的反应时间仅那13秒，一切拢有照停驶。13秒的时间，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执行他的程序。即摆系统物件若毋是落伫咧铁道，都无法度侦测会到，甚至是爱车帮底盘装的障碍物侦测管去弄到物件时阵，车帮才紧急打动。虽然台中捷运讲这含外国的捷运系统设置拢相共，不过学者认为爱阁改善通报和应变的机制，也要赶紧重新检讨才使。怎么样来检讨我们的相关的 SOP？ 那紧急应变的机制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些强化？也包括刚刚我讲的侦测的系统的功能，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些优化？学者认为，除了爱强化系统的功能以外，台中捷运的应变流程嘛要加强。除了检讨通报流程的时间差，对人员发现问题到处理应变，甚至赶紧互列车动落来等等，这些应变措施拢爱阁加强训练甲检讨。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中捷运的事故嘛，互大家真关心捷运意外应变哦。台中捷运是无人驾驶，比较高运量的高雄捷运红橘线，车顶是有司机，车顶嘛有设紧急停车的开关，月台嘛有。也毋过台中捷运的月台无即种紧急应变的设备。车门一拍开，保全人员守伫月台边仔，确保民众上车落车的安全。甲中捷的无人驾驶系统无共，高捷安监线甲北捷、桃捷同款是高运量的运具。列车对关门、发车到驾驶拢由司机员操作，若发现状况，就袂发车。司机员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注意我们前方轨道的相关的状况。那如果有遇到前方有异物的时候呢，那司机员他可以立刻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之下，改为手动介入，不管是减速或者是紧急停车，都可以由司机员来完成。高捷列车甲铁基路无设异物侦测的系统，但透早发班进前会先巡逻铁基路，万一车驶的时阵，司机员发现状况，会使试驾驶台的红色紧急停车开关，互列车停落来。月台嘛有真侪紧急停车的开关，互政务人员甲乘客使用。推开盖板，然后呢，直接做按压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所以就是就算是一般的旅客，他判断有紧急的情况，也一样可以按压这个按钮。除了会使紧急停车边仔，阁有对讲机，会使通报服务台，有相关的紧急措施，嘛，互乘客感觉较放心。确实就是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会比较就是可以临场反应这样子。中捷事故引起外界对台中捷运系统紧急应变的好奇甲重视。高捷表示，相关设备每天拢会测试，各单位嘛会定期演练，确保工作人员会使用上好的状态来安全运送乘客。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国家祈祷早餐会因为疫情停办3档，今年搁再举办。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出席。总统表示讲，教会是支持台湾社会安定的力量。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有陪同。
车集传出中有网友恐吓吴钊燮，将部长的信箱又搁有恐吓批，外交部嘛已经报案，嘛讲会来加强维安。同先开口来谈。停办3年的国家祈祷早顿会，因为疫情降级，12开国举办。总统蔡英文和各国驻守台湾的外交官，还有政商界的人，拢总400个人参加。蔡英文大声感谢在场的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彭蒙辉，伫台湾奉献70多年。伊嘛认为教会是支持台湾社会安定的力量。我们相信，透过团结所有的力量，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能怀抱信心，一起克服各项挑战，共享丰盛。Bless all the inhabitants, bless the economy, and the health of every Taiwanese family will be protected by your mighty power. 安那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有参加，不过表情看起来是介严肃，边仔维安人员嘛唔敢放冷，因为车站外交部并且有民众来闹话闹交界恐吓吴钊燮，11伫官方网站的部长批箱，佮收到死亡威胁批，而且佮有假形象工具的相片，全部拢是针对吴钊燮。内容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字眼哦，就是威胁恐吓。政策可以讨论，也可以了解，彼此尊重啊。可是诉诸威胁人身安全，这是我们绝对无法容忍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经把资料交予警察调查，嘛加强部长的维安措施。外交部欢迎各界表达无同款的意见，不过若准威胁人身安全、黑白洗话、放假消息，都绝对会谴责，袂凊彩准拄煞。记者韩莹、彭耀祖台北报道。104年的苏迪勒洪台造成南四溪水是变甲真落，大台北地区上100万户停水。为着要稳定大台北地区供水的品质，市政府要设一条翡翠水库直接到净水厂的地下供线，全长2.8公里的泵坑今仔拍通了。台北市长蒋万安、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早起嘛出席贯通典礼也毋过前市长郭文德无到现场。有关大台北地区600万人用水，翡翠水库原水管泵坑，经过4年，12总算全线拢通啊，象征大台北供水安全走向新的路站边。翡翠水库是供应大台北的重要水源。104年苏迪勒洪台造成新店溪的水头、南西溪的土石崩塌，地处水变啊真落，供水全冻点。为了彻底解决无水通用的问题，台北市府决定伫翡翠水库的水尾挖一条2.8公里长的泵坑，直接引水去净水厂。这个翡翠园水管工程那可以让大台北地区将近600万人的用水无虞。那这个工程会在明年的6月汛期来临之前完成。迄当阵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决定，中央拨800亿的经费，将台北市长郭文德入来推动的翡翠原水管工程。完工了后，按算储水量会当达到一天270万吨。按算明年6月水位重启进程，就会当完成全线送水。不过，这届泵坑贯通典礼的名单，煞无看郭文德，嘛无历任的市长出席。民众党质疑台北市府无诚意，蒋万安嘛出来背回。其实我们都有邀请不管是柯前市长、历任市长，还有包括中央行政院特别赖前院长对于这次工程都有协助包括新北市侯市长，我们都有邀请。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非常感谢每一位对这项工程付出的人。蒋万安表示，翡翠原水管明年开始送水了后，配办新地区的改善日期工程。会当让翡翠水库供水的范围扩大到树林、樱果、甲三峡，互新北市用水的比例提高到57%。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人今仔早起参加邦桥朱慧宫马祖出巡。两个人虽然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竞争对手，也毋过见面是拢表现甲真热情，双手是牵安安。嘛传出讲，这里暗郭台铭甲郭文德见面，郭文德今仔是强调讲，因无讲到副总统遴选的话题。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去台北松山的自由宫拜拜，祈求国泰民安。手微微握手，下手挨沙子。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合体鸿泰创办人郭台铭参加邦桥朱慧宫马祖起驾绕境仪式。这是郭台铭表态争取国民党自控制苏总统大会了后，两人第一摆共台，准备点起码头时阵也有讲有笑，气氛真好。所以跟侯市长讲这些吗？不管是见到谁都会可以合作吗？这种我们两个的秘密。
国民党总统竞选也未决定，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下礼拜会推出上强的候选人。不过，双风社七早暗时过挂必会消息，也互那边合声兴谷起来。国民党证实有甲郭台铭见面，不过过程中无讲到副手的议题。什么叉叉配啦，什么立委什么都没有谈到啊！但我们是争取所有的支持嘛，就这样。我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态度是这样，人家问我们就，人家要来找我们，我们也不会拒绝人家嘛。郭董、柯文哲都是我们认识多年的朋友，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我们都用这样一个信念，好好的面对，如何让我们国家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朱佑强妈祖圣诞三献礼，甲台北市长蒋万安沿香参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两人各有讲有笑，互动真热烈。祝福咱蒋万市长率领团队推动市政，会当市政顺利，祝福咱整个台北市民。备战日控制司赖清德也补强阵容，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传出，拍后大将新北市议员戴伟山、台北市议员赵以翔、加前台中市议员陈世凯也要加入强化战力，要伫最近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县一间幼儿园有教保员不当管教2岁外的查甫囡仔，造成这个查甫囡仔手骨灼伤。这个教保员伫1审幕法官是认定讲伊犯着过失伤害罪，家属不管讲因自头到尾拢无法度参加教育处的调查，嫌监视器的画面嘛拢无法度看到。嘛不管讲社会处已经裁定讲这个教保员并无违反儿少法。国教署是表示讲，因会要求县政府就要提供监视器的画面给家长。昨2岁外查甫囡仔徛伫册橱边，教保员向行活来扭伊的手骨，尾仔教保员佫用力甲摇伊的头。代志是发生伫去年10月12日，彰化县某一个幼儿园教保员好亲像不当管教查甫囡仔，互家长指控。孩子并无攀爬，老师拖地到一半，突然过去拉孩子的手，用力下扯，撞击书柜，不理会孩子因被他扯手后疼痛一直哭着，反而再用右手疑似打孩子巴掌。这个教保员今年4月1审，互人判决过失伤害罪。不过家长讲，有向教育处申诉了后，若无法度参加调查过程，想要看规工的监视器，煞讲画面也搁等待修理好为理由，到即马也无法度看到。当然调查结果拢是律师一卷了后，才发现社会处已经对这个教保员做出无违反儿少权法的决议。立委是质疑县政府无遵照当时的教育部公布。注意事项来处理。他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注意事项就是参考用而已，我们不需要依准啊。其实中央有必要来一起来做努力，让这件事情能够被落实。原则上就是会以行为时的法律，就是以作为他行政法上的依据哈。如果确实他没有依照注意事项跟现在目前调查办法新的程序规定来做处理的话，我们会请他完成。”国教署讲已经有督导彰化县政府，嘛依照3月生效的幼教法，提供规工的监视器画面。给家长，后续原来会持续协助。彰化县政府也发声明回应，这个案件处理过程拢有甲家长来沟通，家长向园所申请的调阅监视器已经转交予法院，也重新召开裁罚评估会议，调查结果已经通知家长。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的桃园病院传出讲有护理师虐待阿婴仔，病院是表示讲这护理师的行为确实是有违反规定，卫生局嘛已经处分这个护理人员，要求停职1个月。这间病院嘛罚款25万。影片内面，护理人员拿行笑拍婴仔面床，嘴拿一个骂，还阁听到幼婴仔哭的声音，互外界质疑是虐待囡仔。桃园病依照儿童加少年保护规定通报，将这位护理师加护理长调离降职，上考纪会议处。该名护理师及单位护理长调离现职，暂停所有临床业务，相关人员也一并移送考纪会惩处。病院表示，这件代志是发生在去年9月小儿科病房，讲这位护理师的行为已经违反相关法令的规定，是依照儿童加少年保护通报主管机关配合警政、卫政、社福等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加处分。
如果有不当对待，将依护理人员法第35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职业执照。护理人员疑似涉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部分，将依法裁处6到60万元罚款。桃园市卫生局伫咧11案发新闻稿，讲甲这位护理人员停业1个月，并且接受调查。因若病因为无现前督导的责任，依照医疗法第57条第1项等规定，裁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顶礼拜有一间餐厅加速爆炸，有2个人烧烫伤，真严重。消防局提醒民众，若是发现讲有漏加速得马上关火、关加速，甲窗仔门拢拍好开。监视器画面当中，餐厅灶卡门口加速行员工送加速，把手甲加速筒分开，厝体涂骹加速外泄，无细节发生起爆。无到一时啊，就不出大火。除了1楼玻璃全部碎了了，也有2人受伤。看这个有没有？这个都焊满焊了，有没有？它这个都要焊了。那一桶为什么会掉下去？我还是搞不清楚。那个感受到嘣的声音。有。吓到，我们吓到都跑出去啊，就跑出去看到他们有烧火，就赶快喊救人啊。这震得很大啊！有很大，地板那个地上都是震一动，我们都吓到了。等甲事发餐厅灶卡已经恢复原状，头家低调不愿意受访。根据了解，2个查甫人分别有20%甲60%几度受伤。现场消防救护人员紧急处理了后送医救治。不得倾倒使用，如遇有漏气时，立即关闭单屏开关及火源，打开门窗，保持通风，避免气爆发生。这意外初步了解是加速筒把手焊接出问题，不过要等火调鉴定结果。消防局提醒，用烫针加速应该甲合格厂商签订定型化契约，佮注意加速筒顶悬检验合格标示是毋是伫有效期限内底。拄到加速外泄，除了关开关甲火源唔通开电火、开电器，佮轻轻拍开窗仔通风，避免起爆。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哦，也毋过伫社会上有未少妈妈哦，嘛是佮拄着真侪困难，有未少烦恼，咱做伙来了解。其实那个囡仔爆料咧，李小姐就24岁正少年，已经是4个囡仔妈妈，伊承认生活压力袂小。就是学校有得肠病毒，所以直接休了7天假。早上的时候原本想要休息嘛，也没办法休息，变成我要顾小孩。然后晚上还要上大夜。未成年就有心，李小姐正茫然，因为政府协助无够，还唔知要如何是好。拄着困境的家长也够因。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带2个小孩，因为我们就是在台湾，这语言都不通，然后听也不懂，一样我就是一样，刚才也是有些话我听也不太懂。有非常高比例的障碍学生在学校遭受到老师的不当管教跟同侪霸凌，许多父母他们最常见的策略就是把孩子转学。作为特教生的妈妈，协助囡仔适应环境，爱用更较侪精气神，虽然政府签署相关国际公约，不过长期依然无被接受。有需要我们再做进一步协助的话，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各部会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源。劳动部就表示，社会相关的支持拢有在协助，那修正好诉求拢用进一步讨论。不过，这阵妈妈拄到的难题拢无一定共款，好亲像唔是一个机关能解决，都要靠跨部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的空服员职业工会今仔嘛指出讲，中营航空有性别歧视，女性的空服人员哦，最好只会当穿裙。若是有新哦要转地勤，薪水甲薪酬拢会受到影响。因呼吁中营就应该爱提供因多元的选择。中营哦冇做出回应。下属的军装搭配官大衣，这是目前国境航空女性空服员共同穿插特色。不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加中营航空企业工会指出，空服员上界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旅客逃生。不过，女性空服员敢若军装的选择根本不利紧急状况，嘛牵涉到性别歧视。
空服员在受训的时候，我们穿的都是连身的工作装，穿的是球鞋。公司之所以让我们这样子去受训，这样子去做紧急逃生的准备，就表示说，其实他心里是知道裙装是非常不适合。对这代志，中央航空是回应，员工制服设计考虑公司整体形象加企业识别以外，符合国际礼仪，而且兼有出行便利性。男女客舱组员服装仪容拢各有规定。甲性别其实是无关系，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国际有不少航空公司拢已经开始提供女性空服员有扩充的选择，呼吁国际航空业者嘛应该予女性空服员更加多元的选择。女性空服员会被要求要化妆、要穿裙装、要穿高跟鞋，再次强化了这个性别刻板印象。那这个完全跟我们现在相关的这些规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另外，通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嘛指出，中央航空对有新的空服员拢会要求调职，地区奖金甲年终的积分拢会影响，这是对女性职员无友善。中央航空是回应讲，对有新的客舱组员，拢会依照当事人的申请，安排做一寡地面的勤务，也是留职停薪，嘛会照个人的需求协助依法申请育婴停职留薪，相关的作业拢是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旧历3月23马祖生，新北市邦桥的朱慧宫马祖嘛出巡射景。早起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做伙点起马炮，下晡1点开始步巡哦。咱嘛要连线互咱台语台记者郭碧君，带咱做伙来到老咧。是记者今摆伫咧新北市邦桥的北门福德宫附近，今摆会使看到现场的人是非常的多哦。因为今仔日伫咧旧历3月23是马祖生，伫咧邦桥的朱慧宫也按照惯例举办马祖的出巡的射景活动。伫咧早时的车巡活动结束了后，再来下晡1点开始就是步巡的活动。咱来看现场的气氛，还有庙方是安怎讲的？即摆因为在疫情吼。迄个就结束嘛吼，啊，目前的时阵，即摆拢照以往迄个疫情前的迄个规模，甚至佫比疫情前的规模较大，可能安尼差不多要1000人哦，系啊，对，因为阮佫有顶头，吼，啊，佫有车队，吼，啊，佫有新众。啊，佫有一寡信众吼，拢会对阮来做定行。阮下晡的迄个步巡的部分吼，阮是针对阮附近的高丽，吼，即高丽的迄个居民吼，啊，遮附近安尼用迄个，所以才会你看到讲伊小可巷仔的部分，阮嘛拢有行安尼。啊，若车队无法度入去的时阵吼，顶头无法度入去，阮新桥拢会入去，吼，合大家平安。是庙方表示哦，这摆这个射景活动估计有1000人左右来做阵参与哦。这个人数是比疫情进前更较多哦。这个下晡的步巡活动估计是为下晡1点的时阵开始，暗时8点才会完全结束。按照讲到这个邦桥的朱慧宫哦，是邦桥区的4大古庙之一，是已经超过有270年的历史。每年旧历的3月23马祖生拢会举办这个射景活动，唔那是促进附近相关的经济，也是完整保存台湾传统的文化哦。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上新的连续状况。咱再来看云林北港马祖射景的活动哦，真侪信众做伙出钱买炮啊来斗热闹。北港公所的清洁队统计哦，这几天是标136栋的炮啊，比去年增加5%。也毋过以早上侪是有到150栋哦，虽然已经有较少咯，也毋过伊嘛是呼吁民众着爱尽量顾着环保。清洁队人员无用将炮火集中，用坐到伫路边堆成一座小山，但这炮火内阁残留袂少火药，需要不停的喷水，互火药活成降低后才运去焚烧。这摆云林北港马祖了景，全台各地信众拢来帮马祖接收，一组袂少炮来战炮。因为其实这近年来，鞭炮都有在减量，环保的关系。妈祖绕境活动结束后，我们清洁队共清除了136吨的垃圾，相较于全盛时期的150吨，也有显著的减少。近几年因为疫情的逐渐解封，再加上整个那个外地战炮的数量增加，近几年还是有少量炮械增加的迹象。北港清洁队表示，每日了境期间，清洁队拢会派出60-70个人，早晚轮班来清扫相当的辛苦。加上在炮火内有袂少一般的粪扫和纸制品，各有无放的炮，拢需要进一步来分类。公司嘛，持续宣导减炮来维护环境。
云林县政府有办理这个电子鞭炮机的一个相关补助，我们请这些宗教团体寺庙可以多加来利用这个管道来申请电子鞭炮机减少产生这个粒状污染物跟噪音的一个影响。黄伯杰表示，要紧期间，因外地战炮信众愈来愈多，每年公所嘛拢有发公文加强管制，但要予信众若无依规定申请，违反相关的规定，转办大量的炮，造成空污也是噪音。会当以空污法来裁处，最高10万块。记者为您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纽约地铁伫7月发生一件命案，一个非洲的查甫人伊伫车厢内底大细声，后来是互一个退伍军人所咬，所暗棍互伊喘袂过气，嘛不幸死亡。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当时表示讲，这个退伍的军人是予以二级谋杀罪起诉。示威的民众发口号，伫咧涂骹喷油漆，替死去的非裔男性乔丹尼利讨公道，而且手阁揾红色的油漆，伫咧人行道印红色的手模。示威的民众伫咧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外口，抗议顶日一个地铁的乘客伫咧车厢内底互压制，落尾手袂喘气，全咧死亡的事件。The murder of Jordan Neely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systematic abandonment of homeless people, of people in mental health crises. It's because of these systems not taking care of. 这个事件发生伫咧这个月7日，30岁年里因为伫咧纽约地铁车厢内底行来行去，搁伫咧发休，叫3个人压制。其中一个24岁陆战队退役的军人潘尼，用手铐甲伊的颔棍锁掉咧，持续几分钟。另外2个人甲年里的手骨甲肩胛头摘掉咧。年里是拼性命反抗，不过要是慢慢唔知影人，送病院了后要是救无倒来。事实上，年里伫纽约是真出名，像在伫时报广场模仿 Michael Jackson 跳舞。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10日表示，潘尼会去互以2级谋杀罪来起诉。纽约市长也当时答应讲，会加派警力来巡逻大众运输系统。We will bring together the leaders of the 5 organizations that we contract with to provide homeless outreach services for a summit on improving outcomes for people with serious mental illness. All of us will sit down at City Hall to develop an action plan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when there are missed opportunities to get those in crisis the help they need. 也当时强调讲，年里的死无应该发生。这个事件嘛，互全美国各地有劳无处甲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搁一届受到讨论。根据 CNN 的报道指出，年里的亲人批评退伍的军人潘尼态度真冷淡，要求甲伊监禁。那潘尼的律师表示，有信心会当免除任何对潘尼不当的指控。公司新闻梁玉仁编译。来看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冲突是愈来愈严重，3日内已经有28人死亡。虽然埃及有出面斗讲和，也毋过嘛是无效。目前上新的状况是巴勒斯坦射几啊百粒火箭弹，嘛造成以色列1人死亡。伫暗暝中会当看到，对加沙族人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火箭弹，互铁穹系统甲大卫斗照所防空系统炸来，伫咧天顶爆炸。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一直射火箭弹。以色列讲，因甲96派火箭弹拢炸来，因过10月中部雷河武区一栋建筑物被射着，造成第一件死亡事件。过去3天双方的冲突愈来愈悬。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声明讲，阮的报复还搁伫咧继续。ما بروحش بيعرفش ايش بده يصير يا هو يا اولاده يعني حرام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 الشعب هيك 进前以色列拍死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领导人甲伊的副手，目前已经有几多位高级将领死亡，也伫加沙地区造成包括俘虏甲儿童在内重大死伤。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和激进组织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内面势力第2大的武装团体，因所发射的几多百粒火箭弹，和特拉维夫以北的地区空袭警报一直响。以色列军方命令150万以色列人，也就是全国人口的16%跑去避难所。虽然埃及想要伫咧中调解，不过双方敢若无打算要甲自去年8月以来严重的冲突停来。伊斯兰圣战组织讲，埃及伫咧开罗甲因这边的国战人士省级见面。埃及的外长苏格里伫德国柏林也甲记者讲，调解无进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再来看英国政府昨宣布，要搁提供乌克兰一款长途的飞弹。英国国防部长是望讲会当协助乌克兰赶紧来甲罗西亚拍败。北约嘛指出讲，罗西亚伫这场战争已经投入超过8成5的军力，所以嘛鼓励各国尽量斗相共乌克兰。英国政府昨夜宣布，军援乌克兰暴风之影长程巡弋飞弹，这是一种空对地的长程巡弋飞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会当攻击高价值的目标，譬如加强防御的掩体、加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是第一遍有国家提供支付长程武器。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强调，俄罗斯杀害平民，英国袂点点点摩擦。Ukraine has a right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is. The use of Storm Shadow will allow Ukraine to push back Russian forces based within Ukrainian sovereign territory. Russia must recognise that their actions alone have led to such systems being provided to Ukraine. It is my judgment as the Defence Secretary that this is a calibrated and 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Russia's escalations. 莫斯科是谴责这项军援，警告会对这件代志做充分的回应。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伫参加论坛时阵讲，即马俄国的军力正受限制，有85%用伫咧俄乌战争，和北约盟国受攻击的风险变小，所以当尽量军援乌克兰。伫回应中国议题时阵，鲍尔强调中国唔是敌人。NATO sees China not as a threat, but as a challenge. And the difference is when we talk about these military plans is that NATO is not working on military plans against China. We are working on military plans against Russia and the terrorist groups. 俄罗斯乌克兰双方正伫咧俄东的巴赫姆特激烈的战斗。俄军讲，因为因伫咧巴赫姆特猛烈的攻击，互俄罗斯正大压力。俄军伫咧过去一天就发动要甲50遍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虽然人员拢已经到位，不过反攻的行动也该等一下，因为乌军也搁伫咧等待西方盟友提供更较侪武器。公司新闻张伟玲、吴义昌编辑。再来看瑞士，最近有一个砖头崩山是崩甲真厉害，有几啊百万栋的石头啊，有可能佮继续落落来，嘛已经先撤离附近几啊百个民众。这种崩山嘛是气候暖化造成的，因为温度升悬，土质水分拢蒸发，造成土质啊松软。布里恩茨镇这个山坪卸掉一大片，下边的石头是真大。当局要求在地85个居民爱伫12尾6点进前撤离，因为监控发现小镇边的山坪可能有数百万吨的石头落落来，而且发生的速度比预期还佫较紧，甚至可能有别定的危险。They move with a velocity of up to 36 meters per year. We expect it to fall down towards the village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eeks. 当局目前无法度预测落落的石头是一摆放落来，也是分批分散连落来。目前居民拢准备未来几礼拜甚至几啊个月的物件，要搬到当局安置的所在。Einfach jetzt nötig, die Situation anpasst. 目前可能受影响范围已經封鎖，聽各種為警示牌，寫注意落來石頭。It is somewhat climate change related, but climate change 15,000 years ago at the end of the last ice age, the whole area started to move. The whole village where we are standing in is moving, but also the mountain behind me. 氣候變遷後，瑞士面臨更較濟自然災害風險，包含氣溫提懸、河土當中水分真緊都無去。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世界衛生大會 （WHO） 一開始要佇瑞士的日內瓦舉行，那麼是個還未受到邀請。早起台灣21個醫師團體開記者會，因呼籲 WHO 無應該因為政治的因素，無要互咱台灣參加。伊嘛望講會當透過 WHO 甲台灣的防疫經驗分享予全世界。一年一屆的世界衛生大會 WHO 就要舉行啊，不過台灣也是防排除在外。今日早起，台灣21大醫師團體做伙召開記者會，希望台灣會當重新登去 WHO。不只是我們一般的這個所謂的西醫的醫療，中醫的這個醫療哈也是非常的進步。尤其這次清冠1號呢，在台灣守護民眾的健康，在世界發光發熱，7000多位中醫師呢，用全力支持我們台灣加入 WHO。據了解。過去台灣佇咧2009年到2016年的期間，攏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會議。不過，從2017年開始 ，WHO 因為政治的因素，無閣邀請台灣參加。醫界人士認為講，
今年是 WHO 成立的第75周年。大会主题是结合所有的资源甲力量，替人类创造上大的健康福利。台湾有高科技的医疗技术甲人才，嘛愿意甲医疗资源较欠缺的国家斗相共。不过 WHO 却甲台湾排除伫医疗体系以外，违背大会主题，嘛违背 WHO 宪章的精神。呼吁我们拥有115个国家的世界医师会 WMA 对 WHO 的呼吁 ，Open the door for Taiwan， 为台湾打开 WHO 的大门。医界人士认为讲，健康是基本人权，台湾2300万的人民有权参与 WHO。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干事长排除政治的因素，让台湾会当参与 WHO。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台湾北基文化担任总编辑，来自中国辽宁的富察，伊的本名叫做李延和。伊3月底去中国上海探亲，后来就无消无息，嘛已经要2个月了。今仔早起有300外的艺文界人士发起联署，呼吁北京当局就要谨慎来处理这案，唔通伤害到两岸的文化交流。台湾北基文化总编辑富察3月底伫中国失联高达已经超过50天。12早起，由文化界组成的声援小组公布为出版、学术、文化甲媒体工作者，总共超过350人的人数，包括日本、美国的文化人士拢有。伊也向中国提出诉求，呼吁北京要尊重富察的法律权利，互伊会使含厝内人各有律师直接。国台办26号记者上已经有说，就是会确保他的法律权益，但是我们希望他国台办去正视这件事情。那希望，因为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来自复查的声音，因为他应该是见不到律师跟家人。王家宪表示，富察已经有咱国的身份证，即摆去中国是要放弃中国的国籍，唔过煞互中国掠走。伊表示，富察的册阁有思想，对台湾的文化界是真有意义。作家李金莲也表示，台湾是华文世界内面唯一100%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个人认为，现在台湾的已经是华文世界里唯一拥有100%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国家。声援小组表示，目前这件代志是无新的进展，即摆的人数也和富察的厝内人无关系，因拢无参与。台湾的文化界呼吁中国政府要细致的处理这个案件，唔通想要抬价架高，伤害两间的文化交流。也希望有愈来愈侪人会当关心这件代志，关心言论自由甲出版的自由。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第3座设伫桥头的再生水厂，今仔举行动土典礼哦。按说2025年会当完工，逐工会当来提供3万吨的再生水，予台积电使用。大点，请动土。唐埔进前行政院长陈建仁率领官员诚心祭拜，祈求工程顺利。这位伫高雄桥仔头的再生水厂是北高雄第1座，将原有污水厂扩充扩建，预计2025年完工了后，污水处理量会当为原本2万吨提升到5万吨，嘛会当一工供应3万吨的再生水，予台积电使用。企业普遍使用再生水，这个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劲，那尤其台积电当然水是很重要，而且台积电的水它是要求的相当的严格，比我们喝的水还要严格。当定总经费50亿，中央补助92%，完工了后会是高雄第3座再生水厂。如果加起来会当一工供应10万吨的再生水，市府表示，透过再生水的运用，会当稳定高科技产业的用水，嘛会当对抗旱有帮助。南贸议员发现，高雄自来水管漏区，逐工漏掉11万吨的水，共要录到所落的抗旱水井的出水量。漏水量也有11万吨，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50口井呐，也不过13.2万吨呐，漏水的量等于这13口井的量市府表示，自来水支流的管辖单位是水公司的直接反映。水公司市区管理处嘛讲，到2022年的年底，高雄市漏水率8.34%。若是根据计划，明年有机会会当降到7.38%。高雄水管汰换计划核定到明年底，后续还未定案，会搁向中央来反映。记者王刘婷丹、hen坤高雄报道。
来看新北市科阿寮的海洋音乐节已经办第19届了。也毋过市政府昨宣布讲，未来要停办，转型做出演录影的活动哦。消息一出，互民众骂甲臭头。新北市政府昨暝又搁解释，讲未来嘛是搁会继续来办。新海风听音乐是真侪少年人热天的回忆。科阿寮海洋音乐节是国内较规模的独立音乐盛会，每年拢吸引真侪乐迷。不过，伫最近新北市政府宣布讲，要转型真济重演甲录影的在地活动，民众拢讲真可惜。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来，几乎每届都有来了，有点可惜，对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音乐季了，对啊。这边就已经办得很成功了，怎么忽然间就停掉了？这都很可惜啊。因为相关的交通还有腹地嘛，那但是我们8月份会在我们的新北大都会公园还有淡水的渔人码头去办独立音乐的这个活动。管理局强调，唔是要停办，是换所在办。活动会办伫咧捷运较方便的渔人码头，一个大都会公园顶顶起的舞台，因为无事先甲地方沟通，引起民代甲基层的反弹。附近的业者担心，这若停办海洋音乐节，对因的生意影响真大。当初疫情已经快3年了，3年。我们快饿死了，真的，好不容易等到音乐季又停办，一天至少少了10万吧。办是对这个地方是好啦，但是他们要这样决定也没有办法。重点就是长期都是有客人来啊，有人潮才有钱潮。新北市管理局伫11月表示，为了要回应业迷期待，市府会继续办科阿寮海洋音乐节，伊若淡水渔人码头的舞台甲新北大都会公园。伫8月连续3个礼拜六，也会办独立音乐表演《河海音乐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来台湾拍职业篮球的前 NBA 球星魔兽霍华德，今仔是去宜兰的东二国小，介绍小朋友来讲故事哦。嘛，甲因做伙拍篮球，学校嘛准备传统泰雅族的原住民食食来招待霍华德。老师甲学生囡仔是拢真欢喜。学国小的师生跳传统泰雅族的舞蹈，热烈欢迎这名明星魔兽霍华德到位。魔兽拢袂记派头，热情的甲学生囡仔一个吸手，看囡仔的表演都要用手机记录，不时嘛对节奏摇一下。摕英语故事册讲故，互囡仔听，佮唱歌，让囡仔欢喜。霍华德互现场充满欢乐的气氛，所以就甲囡仔去球场做伙拍篮球。即届东澳国小学校特别穿澎湃的泰雅原住民背戏餐款台的霍华德，体验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魔兽进前嘛担任来去总统府带一枚的体验活动宣传大赛。佮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听讲引起中国的不满。Since I came to Taiwan, I've gained a whole new appreciation of this country. I think that, well, first of all, I offended anyone in China, anybody, I apologize. 霍华德看起来心情无受影响，参加活动的时阵也是保持好心情。主办单位是讲，这届上届主要是做公益，替庄凯囡仔加油鼓励。记者综合报道。无亲节要到咯，真龙啊花、康乃馨哦，拢会起价真贵。嘉义市这种花是种真济，是咱国内第2大的产区。有农民就讲哦，今年的产量减少3成，所以计数确实会较贵。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大家惯是要整容啊花送妈妈，互花店这阵啊是真无闲。店头家讲，今年整容啊花的量较少，所以计数比旧年悬。不过买的人也是真济。买气很好。怎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又加上那个妈祖天上圣母生日，所以花的需求量真的很多很大。所以有些价格都2、3倍。嘉义市是国内种整容啊花第2大产区，花龙讲今年量减3成，减少的原因是因为进前疫情减少种植面积。像我个人就少种了3成以上。所以今年产量变少，然后又加上疫情解封，之前像我手上这种多朵的品种，一只大概是4到6块，今年的价格大概是10到12块。有贵很多哦，去年像这样才250，今年是350。花龙讲今年雨水较少，但是嘉义市灌溉的水源有够，所以今年花的成长拢袂歹，加上疫情解封有较咧庆祝，今年母亲节的整容啊花真有销，所以计数嘛伫这阵啊才有较悬的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林务局整合政府各学术单位针对生态多样化的调查研究，成立一个国土生态的平台，提供这资料会当来协助国土规划、环境保育等政策的制定。想要了解石虎或者是其他台湾的野生动物，也是要看山溪流这个地景的样貌。这资讯伫国土生态立邦投资平台拢能找到。它是以图层的方式来呈现，总共只认了45条区域保育轴带。当我们把这些地方能够做得好的话，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中央山脉的森林区域，可以跟我们海岸的区域，能够在栖地的空间上面有效的其实去做一些连结。台湾的生物多样性丰富，以农田生态系为主的浅山平原地带，因为人口较侪的地区面临人口增加、农地利用、工田开发等无共款的挑战。不过，这么侪年来，相关的调查资料拢分散伫政府甲学术单位，所以投资平台整合开放，会提供生态保育、国土规划等资料参考。它有石虎，它有草鸮。有60%以上的珍稀的野生动植物，其实就是栖息在这些区域啊。我们把它调查出来之后呢，那放到网站上面去，各个开发案就很容易处理了。当你要回避，就直接回避掉了，彼此互相的合作，不破坏生态系底下来达到我们所谓的人类的一些经济的活动或需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农委会未来升级做农业部了后，林务局调整做林业甲自然保护署，投资平台推动应落实生态地甲自然保育空间的规划，对未来推动相关的保育工作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上有真侪有爱心的人士因唔甘流浪动物，所以出钱出力用心来照顾这些流浪动物，望讲互因有一个当安心生活的所在。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些人因为流浪动物的付出。奶奶来，奶奶来。哟，宜兰陆海协会经理事长吴冠豪，10年前因领养的狗过身。所以，把这份对狗鸟的爱留予流浪动物，为单纯伫护瓜甲饲，一直到成立陆海协会，自这起救援、饲食、办节育的活动，拢成做伊日常的生活。他们是比较弱势的，所以我就是想要让大家要去重视生命平权。我们的约会就是较侪时间就是拢去流浪动物的欣赏，所以流浪动物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是生活的一部分呐，是对。看到了，看到了。在前面那边，拍拍的死鸟吊树头，死到放水流传统的风俗。还佫伫咧读册的林医生，决定成做流浪动物的送行者，或者有路无处受苦的狗鸟啊，会当好好行去。因为在法定上面，他们就是废弃物，我就把这件事情发上社群，那更多人去了解这件事情，是蛮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咱伫野骨灰的时阵，心内会一直想讲，你后世人去做有志人因兜的宠物，你莫过来做人。这阵发心要照顾流浪狗鸟的民间团队，伫台湾各地尽家己的力量，除了解决现状，嘛希望透过生命教育，互现代动物将去流浪的观念传播出去，互每一个人会当了解尊重动物生存权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营的新党国中有一群真爱跳绳的学生囡仔，因组成跳绳队，嘛挑战真侪高难度的动作，伫国内外比赛拢摕到袂歹的成绩，咱做伙来看卖。轻快音乐，整齐的动作，这群学生跳绳啊，那亲像咧跳舞。因是台南新党国中的跳绳队。新党国中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学校除了重视课业，也鼓励囡仔培养无同方面的才艺。我们致力于发展每个小朋友他的潜力，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兼具的发展一个体育的项目或是艺才。那因为跳绳它有分个人花式，然后竞速赛，团体竞速赛，然后就依照个人的喜好，然后去练他们专攻的项目。俗语讲，戏棚顶一工，戏棚骹3档。毋管是2个人跳，一群人跳，或者是1个人跳1条绳啊，甚至跳3条绳啊，
会当做出遮尔侪有技术的动作，背后一定是经过几啊摆的练习。跳伞队的队员拢是利用下课了的时间加强训练，因伫国内佮国外比赛，也拢捌摕到袂歹的成绩。比赛是有去比全国民俗体育竞赛，然后男生的话是有拿到全国第2，女生拿到全国第3。很辛苦，因为就是加上我们上国3，我们是国3的，然后课业方面会比较重一点，然后又加上要练跳绳，但是虽然真的很累，但是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因为我喜欢跳绳，我热爱这个运动。学生嘛讲，加入跳伞队，毋但会当练体能，也互因学会晓团队合作。学校也表示，未来会全力支持跳伞队的发展，互学生有多元学习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肯亚发生一阵人因为宗教因素唔食唔啉死亡案件，法医验尸了后发现讲，一寡尸体的器官可能无去，怀疑讲这有可能牵涉到器官的买卖。昆雅社高信道集体绝食的命案，随着时间，受害人数愈来愈多，当地警方经过半个月月的搜寻，到今已经找到133具遗体。I am afraid that we have many more graves in this forest, and therefore it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as a highly organized crime. 昆雅当局认为案件恐惊无单纯，因为法医验尸了发现部分遗体器官减少，疑似互人挽起卖。检警当进一步调查，另外互看作是号手，讲要是到当看到耶稣的加因国际教会负责人马肯西，法院认为嫌犯有串经的疑虑，查查拒绝马肯西的保释申请。I find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may not be guaranteed, and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preserved by attaching stringent bond terms. 刑事法官裁定马肯西应当拘留30天。伫这个案件涉有重嫌的17人，也同款未当保释。那另外一名防指控强谋的电视传教牧师奥德罗，今日已经交保，伊除了涉嫌谋杀协助自杀，也防指控协助马肯西洗钱。马肯西的辩护律师是控诉未当保释的裁定违宪，会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华人分河区往东边耍，所以台湾北部、东部阁有金门，拢会落东部啊雨。中南部地区阁平湖嘛是会落雨。下晡中南部的山区嘛会落短暂雨。明仔载日时方面是位伫北部的海面所以东部阁中部嘛拢有可能会落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